来，这过台铭总是坐私人的飞机到台东来参加到正副议长的联谊会，拄好拄到国军伫咧台东的丰年机场咧做汉光演习的预演，所以这个专机无法度过暝，爱先飞转去台北。所以过当的伫咧台顶致辞的时阵讲，无就会当使伊的飞机送侯友宜转去。这嘛，互大家注意到政治人物拢用什么款的交通工具伫走行程咧？过台铭有私人的飞机。侯友宜就爱靠一般的运输，若偌清德，因为是副总统，会当使用空军的行政专机。因为这里在战备，所以飞机呢不能留在这里过夜。过台铭拜三去台东，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合体，伫咧台顶还讲，私人飞龙机因为汉光演习预演，未当过暝，所以爱伫咧台东待一暝。因为我飞机呢必须要今天晚上要飞回去，不然我就可以送侯市长。伊安尼讲，就是因为侯友宜头拄仔伫咧致辞时，有讲着要赶飞龙机。这个飞机票定在今天晚上的7点30分，所以我恐怕没有办法在这里旅游。无亲像过当的飞龙机是家己买，想要飞就飞。侯友宜交通爱靠国内航线，本来暗时7点25分起飞飞龙机，直到8点25分才起飞，晚要1点钟到。过当用私人飞龙机，早就毋是秘密。这台原流至650ER爱新台票超21亿，航程会当达到13890公里。过去不管是去美国见川普，或者是去捷克驻伊方社，拢是坐这只出国。侯友宜虽然是新北市长，不过交通嘛是爱靠一般运输。4月底出访新加坡，就拄到落大雨，互飞龙机去牵着时间。民进党热清调是因为副总统的身份，会当坐空军的行政专机，包括台湾人知影的空军1号和福克50型号。不过根据国军行政专机申请使用作业的规定，若是用伫咧公务行程，要依照规定付钱。政治人物行程排个真满，坐交通的方式嘛大不同。不过过当的私人飞龙机袂当过暝烦恼，这恐惊嘛是一般人料想袂到的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！